交通部花东旅游自由行的补助方案花莲县延长到11月份，台东县只到9月底。目前台东县计用1亿5000万的旅游补助，只使用4成尔。所有业者推出讲，台东在地民众住房只要1000块的补助方案，也毋过引起争议哦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这款做法无违反规定。 交通部补助台东县旅游住宿每房1000，也毋过台东县的观光业者感受到也是比往年的业绩落得的一半。而且台东县的观光补助只到9月底为止。即马有2间饭店业者推出台东人也会当使用旅游补助的促销方案，拜到拜是2个人住宿每人开免1000，而且包括早饭，甚至有1间饭店连暗顿拢提供。有民众认为真有吸引力，也毋过也有民众认为毋是假日袂去。 非常的划算，我们家人就是有呼朋唤友，就是订了好几间这样子。小孩子就只有周末才有休假，你推到1到4，家长不可能放小孩子自己在家。有关业指期，这种做法有损政府补助的好意，也毋过县府表示，业者的做法目前无违反规定。这叫做杀鸡取卵。那目前台东使用的额度大概到4成，那所以辖内的饭店业者也针对这样的状况。 针对于还没有使用过补助方案的旅客们，推出了特惠的方案。补助是到9月底嘛，那目前不知道是否要继续再做延长。好，那我们的主要目的也是刺激大家多多出来消费。业者澄清这项做法符合规范，希望让偏向台东民众免到外县市，就会当享受到都市大饭店的旅游服务。也毋过也是希望中央对台东的补助，会当甲花莲同款延长到11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